自在社第279句金句：善用聖誕以愛療傷。大埔火災咧，全城都哀悼，為咗表達呢份尊重同埋哀痛咧，好多團體都取消晒所有聖誕嘅聯歡啊、派對啊、演唱會啊，以致社會嘅氣氛咧係相當沉重。我覺得停止所有聯歡咧都係一番好意，同時咧可能加重公眾嗰種壓力啊，令到大家覺得好似應該好內疚啊，唔可以快樂啊，成個城市會有更深嘅抑鬱嘅嚇。咁所以我覺得哀傷係哀痛係可以嘅，悼念係需要嘅，同時唔係無止盡咁樣延續嘅嚇。相反，更重要咧就係讓愛流動啦，喺祝福中讓大家得到力量啦，而唔係哀鴻遍野咁樣傷痛嚇。特別聖誕節本身咧係代表住一份光明啦、期盼啦、重生啦嚇。咁所以我都值得去調整嗰個形式同定位，將狂歡咧轉為祝福，將娛樂吃喝玩樂轉為一種集體嘅療癒嘅機會嚇。咁所以可以讓聖誕重組為一個溫暖祝福嘅契機，係陪伴大家一齊走過黑暗。咁以下咧有10個少少嘅建議，一啲可能性，譬如學校啊，可以將慶祝轉為關懷日啦，學生製作一啲心意卡、平安燈送上祝福。譬如商場嘅燈飾可以改為一啲溫暖嘅白色，咁啊設置一啲祝福牆，讓市民留言悼念。商場嘅裝飾亦都改為好靜態、好溫暖嘅愛與光嘅裝置，亦都減少個表演嘅強烈嘅音效啦。而一啲商業企業可以將本來預咗狂歡派對個 budget 攞少少出嚟啊，除咗捐款，都可以變成一啲好簡約、好簡單嘅一啲嘅聚會代替盛宴嘅。咁而社福機構亦都可以設立一啲溫馨嘅關懷活動啦，為長者家庭係提供心靈嘅支援啦，或者社區中心可以有一啲心靈休息室，有一啲溫馨嘅音樂，俾大家互相溝通。咁如果要搞演唱會咧，唔一定取消嘅，可以有一啲慈善晚會、音樂會，歌聲咧就變成一種集體療癒。又或者咧可以，譬如報佳音啦，可以變成一啲禱告祝福會啦，或者組織一啲親大自然，或者啲朋友之間嘅溫馨聚會咁樣。而每次聚會咧都係有一個最後結束前咧，都係一個靜心啦，送上祝福啦，象徵愛與和平同希望嘅。同埋我哋好多時都會忽略咗一啲結構性嘅問題，今次我哋都值得集體反思翻。譬如喺學校啦，可以推動一啲公民教育啦，學生一齊討論點樣去保障社區安全啦、制度嘅保障啦，避免以後重蹈覆轍，亦都將哀痛延伸為培育下一代嘅社會責任同關懷嘅。嗱，以上呢啲調整咧就唔係淡化嗰個痛，而係讓個哀痛變成一份嘅期盼、一份祝福、一份力量。因為長期如果卡住咗、凝固喺呢個哀痛裏邊咧，個悲傷就會被固化，大家裹足不前咧，其實相當危險嘅。更重要咧就係讓愛流動，大家一起修復。所以呢個放下唔係冷漠，而係化痛為愛。喺教訓中，我哋一齊變成一份力量，喺聖誕中重生。咁呢個有少少嘅分享。